一展长才，技职飞扬，请到原校广告出台。台南市自2015年开始办理各种技职博览会，今年迈入第10档，累计超过3万人次参加。博览会以各种技艺教育、16群学习甲职场应用介绍单位为主轴。今年有公部门、产业、技职学校等35个参展单位，设置大约100个单位，提供学生多元探索家己兴趣的机会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已经见证了技职教育发展对于台湾国家发展的重要性，绝对是越来越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。所以说，在现在同学不管在国中的时候，要选择高中、高职，或者是高中、高职的时候要选择大学大专，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些选择。技职教育博览会就是帮助各位同学认识这些学校的特色，进而从自己的兴趣来出发，来找到这个喜欢向往的科系跟学校，这样子呢，对于将来发展避免人生走一圈绕一圈又回到自己喜欢的路，或者说人生走向一个不同的道路岔路岔开了可能就走不一样的人生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点。所以不管现在毕业季节快到了，不管是刚刚讲的国升高或是高升大，都需要各位老师以及学校能够把一方面介绍自己学校的特色，一方面站在学校立场，在自己教育工作岗位立场，发现这些同学他们的适合的方向那这样子双向的交流，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。教育局表示，除了技职博览会以外，公立高中伫咧3年级，拢会办理抽离式技艺教育课程，提供学生每礼拜至少3节课，会当初步学习技术型高中1群课程。另外，还有暑假体验课程，各中小学参访观光工厂，各小高年级会当到专科学校，或者是技术型高中参访，多面向提供学生自我探索以及发掘兴趣可能性。台南新闻赵世伟采访报道。